信如老师来了。我说那个像吗？那怎么变成那么年轻，变成那么漂亮啊？后来我就要把它放大，因为银主告诉我说，你把那个钉子钉上去以后，把它放大就很大，哇！所以好像变了一个人，几个月没有看到你啊，好棒哦！信如老师今天要来给我们一个演讲了哈，可能也要一个互动了哈非常感谢他抽空，然后来我们这边他所讲的每一次讲的都对我们有非常好，而且越讲越好，我们感谢他了哈。现在时间30分钟也到了，我们就拍手鼓掌，信如老师，谢谢。信如老师，你的麦克风没有开，麦克风没关系。信如老师，你找一下，你麦克风要打开。然后课前我们稍微提醒一下哦，这一次的讲座我们一样是全程录影会直播，所以呢，如果你觉得需要把你的影像关掉，然后最主要麦克风是一定要关掉，不然会影响老师上课。这样可以吗？有听到吗？哈，好，我刚刚没有点开，好。不好意思，嘿，今天校长在跟我邀请这个线上演讲的时候，我本来是说要不要按照上一次在我们在那个松大的题目哈，讲那个我的英法我自主，可是后来我发现我自己这1个多月来用线上演讲的经验，我就觉得大家可能较好的是讲一些跟我们现实的状况、实务上的东西比较接近的，所以我后来就跟长老讲到说，不然我们来谈一下，用看疫情好了哈。那因为我自己本身在今年1月的时候，我因为那个公务的关系，我去德国，那也因为我去的时候，我才发现，因为我在德国也是之前也是住很久，所以我对德国的经验是停留在这个就是以前的那样的经验哈。那过去1年多来，他们经历过疫情，大概去年刚刚差不多哈，然他们开始严重起来是去年3月，那么开始发现他们有很多很多的改变的时候，我自己亲身没有体验到，然后我有很多朋友在跟我描述，那样的状况我自己没有体验，不过我1月起的时候我才发现说，哇！原来台湾是处于跟整个世界是完全平行的。咱做歹想象，因为大部分人伫这段时间拢无出国，所以你嘛可能你有亲朋好友住伫美国也是对，因为疫情就严重，可能你加点知，不过可能大部分人唔知影讲，咱住台湾的这个状况唔是正常的。伫去年来讲，你伫去年的世界来讲，台湾唔是正常的，好。要怎讲？咱台湾去年，你也当回想起来哈，伫这过程当中，你可能现在想一想，好像只有现在你才感觉到被限制，对不？今嘛你才感受就讲，我袂当去菜市啊啦，去全联得去用迄 BB 啊，就还的啊，对不哈？百货公司啊，电视啊，反正就是讲，你会感觉讲开始受到一些限制。不过其实怎样，若是伫全世界来讲，因去年足侪去年2月、3月的时阵，因都过。咱这种比咱更较严重的日子，甚至讲咱即马还会当去买外送，还会当百货公司其实拢还有开，只是咱较无爱去安尼尔吼。不过基本上，伫国外因连遮个店拢无开吼。我1月去的时阵，比如讲我嘛足惊讶的，我去超市，咱即马去全联，你是毋是加你会当甲你的先生去无？会使无？会吼。2个人会使塞一个购物车无？会使吼，伫德国拢总袂使，你一个人塞一个购物车，而且你要看头前迄个人有1.5公尺，你若无1.5公尺，比人就来啊！甲你讲袂使，你袂使遮尔近，所以你伫一个货柜、一个货物架，咱咧我要拣菜，你边仔就爱看讲，我伫1.5公尺内底有人无？所以因呢餐厅是拢总无开的，拢总无开，1年来吼，拢总无开。等于讲你
你若要买外卖，因无像咱遮好个，讲那 Foodpanda 啦，吼，什么 Uber Eat 啦，你要叫什么外卖，拢会当去叫。你要买一个臭豆腐啦，买盐酥鸡啦，拢会使去买吼。因毋是哦，因的餐厅因为人力足贵诶，所以你一届去诶时阵，伊会甲你讲，你买外卖会使，我敢若要做4个人份，啊，一个人份差不多就是10块欧元，300几块到500几块。所以你爱开1000几块，你才有可能，而且你一届4人份，已经等于讲，因就是伫即个状况，安尼冲啊，规个社区啊拢无人啊吼，啊因迄个做封城，咱个毋是封城哦，封城的意思是安怎？你连公车也袂使坐吼，啊捷运也无开哦，吼，迄种叫做封城。其实咱台湾到目前为止，就算讲双北遮严重，咱嘛是无到。不能叫做封城，只是咱足乖诶，咱家己守规矩守足好诶，所以咱伫两个月中间，你看案例对一天500-600人，即马变20几人，吼啊，所以伫这中间，我开始感觉讲，无我甲校长讲，无咱来，我用我伫德国诶经验来分享一个啊，用疫情吼来看，来，我看嘛，来。哦，我互大家看 PPT， 安尼有看到无？安尼有看到吗？有哈，有看到哈。好，所以我就大概从德国一个抗疫经验哈来看讲，这个世界的不确定性，因为最近为什么讲这个世界无确定性哈？其实你若看最近的新闻，你嘛看会出来，就是讲大家不管倒一个国家拢咧讲。咱莫个期待讲拢无病毒的日子，这是无可能诶。这个所谓这个COVID-19 这个要安怎讲？这个新冠病毒吼，这个武汉肺炎，以后就会敢若着流感安尼吼，一直拢会甲咱做伙共存啦吼。所以你要有一个心理准备，就是讲这个病毒伊已经是这个世界的一个部分。而且佫有佫发足侪科学家咧讲吼，研究家嘛咧讲，就是讲，毋是干那即个病毒尔，未来佫有别种诶，佫有别项诶，这拢有可能，因为咱人类对大自然的一个改变，已经改变足侪啊，所以干预足侪啊，所以咱袂当不可能说一个完全没有病痛的世界，这是无可能诶。那这个世界无确定性嘛是固定诶，就是。一定会产生，所以咱安怎来面对这个问题吼？好啊，咱来看讲过，我用一个德国甲大家分享一个足趣味的一个数字啊哈。伫去年德国第一个案例出现的时间跟台湾其实差不多，都是1月27号哈，有看到哈，1月27号哈。但是呢。伫我迄当阵，我足趣味，我有敲电话。我1月27号时，你会记起台湾咧创啥无？迄当阵，咱是咧过农历年，吼，会记诶吼。咱回想一下，去年1月27号的时阵，咱是过农历年，然后开始口罩禁止出口，有无？吼，咱口罩要爱留诶吼。啊，佫有人开始咧，迄当阵咧一直咧骂讲，哎哟，台湾政府什么狗官啦、安怎啦，不禁止出口，有无？吼，迄当阵就是那时候那个日子，那时候，然后呢？我开始觉得，咱开始在管制很多的现象。我就甲我德国朋友讲，我讲，爱说字哦，即马有一种病毒吼，啊，伫亚洲即个迄个台湾迄个中国台湾澳门吼，即港澳的所在开始咧流传吼，啊，有可能流行吼，啊，有可能嘛会讲，是毋是？伫澳洲遮你嘛爱注意，结果我德国足侪朋友拢甲我讲，啊，迄袂啦，迄敢若恁遐有尔啦，袂来啦，迄著敢若 SARS 尔啦，袂安怎啦吼，啊，著敢若感冒，若有嘛是感冒尔啦，无遐严重安尼啦，因著甲我讲安尼哦，去年1月底的时候，可是没想到呢，过了大概不到2个礼拜多，就是2月的时候，因著开始案例增加非常非常的快。从原本的可能跟台湾一样几例，一直到几百例，后来变成几千例这样子，然后就很快的扩散到整个欧洲的地方。所以在2周以后，意大利开始变成很厉害、很严重，是因为有一个迄个滑雪区域1月嘛，因滑雪，有一个迄个滑雪所在呢，有人感染，大家坐伫迄个因滑雪拢爱坐伫迄种迄个。
没有讲有缆车哈，那个登山缆车，就在那个缆车里面，大家都关起来嘛，所以关起来对了，伊就底下干掉那就厉害啊，这样人个登进家己国家，所以欧洲大概是从1月多，那一次1月27以后。开始案例就一直增加，非常非常的快。然后他们一开始是觉得那个很像感冒，没有去特别的去注意，后来才发现不是，它的致死率很高，所以就开始飙升啊，然后越来越严重，它抖音的到3月印的马上封城，几乎很多的国家整个都封城这样啊，搞到现在虽然说已经打针啊什么好了一点，在跟我解封，可是也都没完全，甚至你最近你涨哪个跨国招你的怎样，因荷兰或者是法国都要考虑说啊，没使这样你给解封，会不会开始红色啊所以在这个已经搞到现在已经1年半多了那台湾其实在这样的一个状况，转税改案的状况之下，其实咱多守了500多天，一直到5月中，这一个防线才被打破。那很多其实在这个过程里面，大家就觉得说，咱5月中的时候，那当中开始案例增加，做怎样开始就紧张呀，就害怕呀，然后开始骂说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会这样？其实大家已经忘记了，我们已经过了500多天，就正常的生活。没红喊贼先忘大家其实已经忘记了这件事情。我们其实在这500多天里面是过得非常的幸福的，但是这500多天其实可以说呢，很多防疫人员你哪有家里有医护人员呢，你就知道他们经过17年前那个 SARS 的案件的时候，其实台湾就开始准备，就是说哪一天够安呢，咱 SARS 的时候是真严重所以第17年前的时候，那时候有这样的防疫的系统开始要建立起来，所以它的整个 CDC 的国家的防疫系统是从 SARS 之后开始，每天我有朋友在卫福部他们就说几乎都是在从 SARS 之后，每天他们都是在准备着，有一天万一又有这样的疫情的时候，台湾要怎么因应，所以。其实整个台湾的防疫系统已经准备了17年，可是其实台湾社会并没有去好好的准备，因为其实去17年前 SARS 其实只是在万华地区小小的一个区块，可能大家比较印象的只是和平教会这样的和平医院的这个案例而已，其他其实并没有影响到我们太多，所以台湾社会其实对于这样的一个面对不确定，面对这种传染病，并没有太多的准备，就跟欧美一样。其实我们过去500多天也都过得很正常，所以到5月中的时候发生代志的时候，那大概叫你紧张，叫你害怕。我来问讲，我大概讲那你去年一整年那你觉得你为了这个台湾的防疫这500多天，守住了这500多天，请问大家做了什么事情？你做什么代志？你刚刚你为了这500多天的正常的生活你努力了哪一些？我如果回想起来我会觉得我没有做什么事，我就是正常的生活，正常的 shopping， 正常的去吃饭。其实我会觉得，这500多天其实不是我努力得来的，而是那一些在帮我们防疫的这些防疫人员，他们非常非常努力的去守住我们的国门。你哪多你可能应该做前测嘛，在桃园你那个整个守住这个防疫的防线的人，其实真的是我1月入境的时候我才发现他们真的很辛苦，在机场为了检验防堵这些工作是整个防疫系统在帮我们做的，那我们很幸福的在这个社会里面过了500多天正常的生活。所以其实我们可以看看说，台湾在这一段日子里面，你除了现在这1-2个月你可能开始抱怨，但是不要忘记了要感谢有人帮我们做了500多天的工作，让我们这500多天过得跟世界不一样。这个部分咱其实要放在心肝底要去想，不要一直只是在想说我现在有多么的糟糕。我现在你全年都在刷那个实名制，那你要想说世界有很多人他其实过得比我们真的是而且是先进国家，不是我们所谓的理工比较落后的地区，而且是先进国家所以在这里我们基本上那些态度让不要忘记了，我们过了500多天的好日子，那这500多天的好日子我们自己其实并没有真的
放多么的努力，而是别人在帮我们守住这个岁月。那我们来看一下1年前的3月德国怎么样。那这我要用的是龙应台，他有一次龙应台其实也很爱也很会讲说台湾多烂多烂那但是他最近写了一篇我倒是很想用因为他先生是个德国人那现在是之前离婚，但是他儿子还住在德国，所以呢他常常跟他儿子联系。那么他就最近写了一篇文章，在谈他跟儿子对话的过程。他怎么说呢？这是5月多的，但爆发比较严重感染的时候。我说这个我就是讲就是龙应台自己，他就说路上有一些有几瓜人细体因价改工上讲我们去年2月就是这样。其实这个对话我也曾经跟我德国的朋友对话过类似的场景。然后呢龙应台就说你看我们的老人院爆发感染，然后他们说我们3月就是这样。比如说我1月的时候我去德国，那时候是布桃发生事情，布桃迪林条湖给布桃发生事情。那么我就跟我德国的朋友，那时候住在神父修道院那边，然后他们有一些也是医生，我就说糟糕糟糕，台湾发生院内感染怎么办？然后他们就问我说院内感染有多少人什么的，我就说好像10几个他们就说10几个，我们每一家医院都这样比这个严重的多太多了，所以我们的新闻已经没有力气可以报了，因为每家医院都长这样。所以你看这个是他们在跟我讲的那个过程，但是我们会觉得真的是相当严重。然后龙应台说政府领导报道说政府领导跟药厂有图利的勾结。因为那时候我等一下要给大家看一个数据，他们从去年6月就开始投资他们2家，你现在我们买不到那个 BNT 就是其中的一个 biotech， 他们政府花了等一下给你看750亿欧元投资2家药厂，其中有一家最近的实验做出来还是不及格的，所以只有 BNT 有过，所以还是有一个投资是不成功了。好，所以他们在去年投资的时候媒体也一直说什么政府图利药厂然后德国人就说对，去年他们要投资的时候他们的媒体也这么报。好，然后龙应台说政府好混乱没效率令人愤怒。德国人说你还记得英国首相当时怎么说吗？强生记得吗？他说什么？我宁可尸体堆积如山，我也不要封城。在去年3月的时候英国首相这么讲，结果后来他也封城了然后呢龙应台说社会分裂各说各话。然后德国人说对我们这1年半来都长这样，每个人对于病毒都讲得头头是道，耳朵都已经满出油了。好，龙应台说我们每天都很悲愤很愤怒很悲痛无能为力非常挫折。结果他儿子问说你们这样多久了？龙应台说1个半月1个月。德国人说我们过了1年半了都是这个样子。好，所以其实不需要去这么的想到这些，只有想到这些问题，而是说他说该怎么活就怎么活，该运动就运动，该读书就读书，该走路就走路，该防疫就防疫，该开心就开心。你就要学着活在当下，然后去接纳你现在这个状况，我们才能够找到我们要怎么去面对现在问题的方法。所以你若是自己用这样的想法的时候，你就发现说我们台湾其实真的就算现在爆发疫情，比起国外来说也是好得多。然后我给大家看一个数据，我从昨天从德国的他们有一个RKI 的一个专门在统计他们国内的 COVID-19 的一个数据到昨天为止确诊人数373万多死亡人数9万多，这个算是欧洲的防疫优等生这算欧洲防疫优等生，但是也有9万多。好，那你看他们疫苗注射，就有人说BNT 就是因的应该大家都注了了没因现在目前是算还不错啦拍一剂的 58.7% 啦两剂都拍长较好 43% 啦因主的厂牌嘛是这几种BNT 当然因自己的所以有68%AZ 20%，而且因 AZ 因是国家
本来政府就是明文推荐60岁以上打 AZ 是最没有副作用的。好，所以他们几乎像古人神父他们，我的朋友60岁以上的几乎都是打 AZ。好，那其他的厂牌那是比较晚，莫德纳啦、Johnson 这个都大概加起来12%左右哈。那你看哦，德国政府投资在疫苗厂商，从2020年的6月开始就投资2家疫苗厂，总共7亿5千万欧元。好，7亿5千万欧元，列当乘以35，就知道台币相当于多少，1000多亿哈。好，那其中还有一家现在是不成功了，所以只有成功那个 BNT 那一家。好，那这是给大家看到德国的一个数据。那这个数据我要让大家看到，就是说，其实这已经算是比较好的状况。美国比这个更糟糕啊！不要说了，意大利跟法国在欧洲里面，英国都比这个数据来的糟糕一些。所以你就知道，其实台湾目前的状况真的不是糟糕的，而是就即使从5月到现在，我们很快的从700多例降到20几例，你就知道我们大家有多么的努力，而且做得多么的好。真的不要自己看清我们自己，这个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尤其在面对这个世界的不确定的代志的时阵，唔通讲自己看清自己，自己的自我价值感，我今摆甲大家上课一直咧提起讲，你的自我价值感啊无好的时阵，你就会受到很多很多的负面的东西的影响，然后影响了你本来有的智慧。好，所以我们等一下来探讨一下这个问题。好，那我有列上一些参考资料的原因是要让大家看讲，我不是黑白讲的哈，不是让大家看讲那个我是提什么资料哈，这是德国官方资料。然后最后我有一个日本产经新闻，他特别在6月的时候报道说，德国向美国向本国疫苗出资的原因是因为他们怕被其他的国家买走。为什么呢？为什么？因为咱拢知影讲，大家拢知影，今嘛全世界拢在准备讲，这个武汉肺炎这个疫苗不是这个病毒不是最后一次，以后一定还会有别的。所以一个疫苗的产业就等于是一个国防的产业一样。你如果自己没有发展，那你就等着看别人的脸色。那如果你还有敌国的话，像德国它是没有敌国还好哦，日本也没有敌国所以没有人会控制它。但是如果你有敌人的时候，然后你又没有自己的疫苗又控制在别人手上，你就知道你这个国家的多惨，他都没用武力来侵犯你。他只要说我不给你疫苗，我不让别人卖你疫苗，按你的世界就歹看，是不是？那大概上个月大家就看到现在这个状况。好，那么对，在这样一个状况里头，我想要分析几个，就是对德国社会整个1年半的状况里面产生了什么样灵性的影响，他们心灵的影响产生什么？第一个是心境的转变。一开始的时阵去年2月开始爆发的时阵，因嘛是做团结啦大家就讲好，咱个挺一个再过1个月，他们认为只要再过2个月，最多2个月，我们就会撑过去了。到明年就是他们去年2月的时候，那时候发生事情的时候，他们觉得到4月过了复活节就会好了，4月就会好了，结果没有好。所以他们一开始其实很团结，他们就说好有什么样的规定我们就做那时候也都还没疫苗嘛，所以只能用防疫。虽然口罩啦什么封城啊都接受，可是过了2个月，到了复活节之前都没有变好，而且还变得更糟糕。所以因就开始没法度忍受慢慢就无法忍受，然后就开始产生我刚刚讲的很多的他们一样有假消息，他们一样有很多的这种阴谋论然后开始有很多的怀疑。接下来人在怀疑的时候，人在无助的时候来，比如说你也当想说，你若开始对自己感到怀疑你开始感觉就无助就无力的时阵，你第一项代志，比如说你破病的时阵你第一项代志还是破病还是受伤创啥恁当然拄到什么代志的时阵，第一你若开始感觉就无力感，然后不能接受现实的时候，
我们最容易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开始找代罪羔羊。这是什么人不对？我要告死你哦，都是你的错哦，都是医生的错，都是谁的错？哦，那为什么人的心理会这样？因为你对这件事情，你感觉到你不知道该怎么做，于是你总要做些事情吧。咱人总是你哪跟人家推咧，那么可怜嘛？你的怒气一定想要怎么样？一定想要发泄出来，所以你一定会开始做一件事情。你不是回来想说我哪里有问题，不是。通常一般的人就会说啊，是不是医生有问题啊？一定是医生药啊，给我不好啊，不对啊。我若是出什么意外啊，就是这个我弄掉的人，若无就是什么人造成这个意外啊，什么人的问题，人的心里一定会开始找代罪羔羊，因为透过找代罪羔羊这件事情，当火力感觉说你不是没有做事的，你不是没有你才不会有无力感，所以你会去找代罪羔羊。那么德国社会也是一样，他们开始找替罪羔羊，他们开始讲说这是谁的问题，然后就开始有很多的阴谋论，他们开始说这病毒是假的哦，这是政府要给人讲给人封城，这个就是政府不要这个政府的这个他们那时候也讲说他们的政府已经变成威权的，像希特勒一样要控制人民，所以故意用这个病毒来吓他们哦。有些人真的有些地区是这样，尤其是东德的地区哦，他们还认为说病毒是假的哦。明明就有人中了哦，他们还可以这样说，你就觉得真的很难想象。然后呢，找一些代罪羔羊，然后开始有一些俄语，有一寡遐的网络音嘛是用网络音，只是不是用 Line， 用 WhatsApp， 赶快看咱 Line 是一样的。我一个朋友讲惊死人，迄内底传的物件，你有时拢想讲奇怪，你这个朋友哪会传这个物件给你？那唔想过讲这个物件有多么的不合理吗？用一般的理性去思考，就觉得这个是假的，他为什么会传呢？他明明就是一个教授，他怎么还会相信这个呢？可是真的人到了那个时候，如果你的那个内在你没有好好的去觉醒的话，你就会开始变成一个理性上面有问题的，你就开始内在的不安全感会让你去做这件事。好，这件事情开始吵了几个月以后，开始大家感觉说这样不是办法，你开始学习去接纳说好吧，那这个病毒它就是存在了，我们该怎么办？所以呢，他们的疫苗的发展也是从去年大概4月吧，才开始很积极发展，然后政府开始投入资金给2家疫苗在做疫苗的发展有比较有一点点成效的企业，然后他们开始采取去接纳说好，那我先接纳现在的这个状况，然后我们来看看可以找什么解决方案。所以通常这跟我们人生也是同款的。其实我们这边的长辈，你们可以自己去想，咱的人生不是就是这样子不确定性吗？对不？你的人生走过来，那有迄种讲100%什么会拢确定的我妈妈定下拢安尼讲啊，天就祝好好，什么意思？就是讲伊感觉讲咱人有诶，就是咱无法度完全当决定的代志，这就是人生嘛。所以同款的意思。当你会当接纳这个状况的时阵，你才会当开始静下来，回到自己的内心去找解决的方法。那么经过这一段时间的时候，大家慢慢，我就发现德国人的社会价值观开始有一点改变了。透过这个COVID-19 这一个新冠肺炎的整个的影响，整个人的这个社会的社会价值观有改变。有哪些改变呢？第一个，他们本来很个人主义，但大家都知道在欧洲，尤其是德国这个国家，非常个人主义的，感觉讲我自己最重要，我的自由最重要，我自己顾好就好啊，我要创啥，大家都不可以给我限制，因为我个人这个个人的东西很重要，团体不重要，团体不是他们考虑的因素。但是经过这样的一个病毒的，他们开始发现没有人是孤岛。经过大家一开始他们不要戴口罩，大家都知道，欧美他们很讨厌戴口罩，不像咱台湾日本就比较习惯，他们不喜欢戴口罩。那他们觉得说我又没有病，我为什么要戴？以前我的朋友来台湾也是这样，一当时在台湾还没有问题的时候，他们来台湾，然后看到我们很多人在捷运戴口罩，弄搞他们讲你是就这样感冒哟，不然大家都在捷运戴口罩。我讲
啊，有些人就会觉得，他如果有一点鼻子不舒服，有一点怕感冒，他也会带着不想要说去传染别人，一方面也不会让别人传染嘛。那他们就会觉得说，我又没有病，我干嘛要带？所以在那个时候一开始流行的时候，他们会觉得说啊，嘿，有病才去抵，我没病我没抵。可是后来慢慢他们发现，我每当保健我没病，对不对？这个病毒我们知道有很多是所谓的无症状感染，所以他们还发现说不行，我不能只顾我自己，我要把自己保护好。万一我是无症状感染，传染了我的阿嬷、阿公，传染了我的父母亲、我的朋友怎么办？他们才开始慢慢觉得说啊，我们这样在这样一个社会里面，那个个人主义应该要再重新去思考。没一个人是孤单的一个人的当生活，不是安尼。然后第二是经过封城的时候，大家都要留在家里，家的概念开始重新被思考。什么叫做一间厝？什么叫做我的厝？什么叫做弯刀？什么叫做家？它家的一个除了家庭价值之外，这个家它要长得什么样子？它要有什么样的氛围？它要有什么样的布置？要什么？咱基本上都强调叫做仪式感，有无？因为大概伫厝久啊，就讲啊，你伫厝内袂当一个地方做懒散的，敢若拢穿困衫，你嘛是有一点感觉讲特别的所在，你一讲才有意思。这个仪式感很重要，互你感觉讲，我活伫阮兜虽然是阮兜，不过我嘛真特别。我下早起来的时阵，要吃早餐的时候，我放一下音乐。我喝杯咖啡，然后呢，我把我桌子，我吃早餐的时候，本来这个随便拿个塑胶袋就开始吃蛋饼，蛋饼放塑胶袋，后来觉得就不会艺术了呢。不，我把蛋饼拿出来放在盘子上，哇，看起来美观多了。然后呢，再听个音乐，再做什么？很多人慢慢开始就觉得要仪式感，开始去想说，我的家不是一个很像垃圾堆的地方，那我的家应该有什么样的感受？所以这个家的一个想法开始慢慢的受到重视。好，然后还有另外一个重点的改变，就是不是用科学主义啦，以前都会想说我们的科学可以万能，人定胜天，所以呢就会想说我要怎么做才不会有传染病，要排除所有的传染病，排除所有的灾害，用尽一切排除不确定。可是慢慢这样1年下来，大家觉得这个不确定是不可能的，被排除，所以要去学习的是另外一个叫做接纳不确定性。好，那怎么样再去面对灾害这个问题？如果有灾害了，我们怎么办？其实这个这人生就是这样嘛，你不可能排除所有的病痛嘛，对不？你不可能说我保健都这个做好啊，我做保养我做养生呢，那你就不会生病吗？我那么大概安呢，我以前上课的时候也问过大家嘛，大概在讲没有人能保证，很多突然间生病的人，他其实是养生做得很好的，所以其实不确定性本来就是咱性命的一部分，所以咱的信用是来帮助咱去面对这个不确定性，所以要怎么样去面对灾害，这个比较重要。还有面对灾害之后，我们怎么复原？你别让个好起来，好起来了后，人讲。以前咱俩讲一句话讲，会好嘛无完全，有无？这句话有时以前听起来感觉就好笑，我妈大家人嘛讲会好嘛未完全啦。有影啊，我们常常有一种错误的想象，就会说好，所谓的好就是回去跟原来的赶快那个程度，赶快那个样子，其实不是呢。所谓的好。所谓的复原，它的意思不是回到原来的样子，因为真正你讲我跟你的感情有小可无拄好，咱冤家过，尾也个好的时候，它不一定是回到我们原来的样子哦，因为总是我们两个经过一个冲突，但是我们有可能比原来更好哦，认识更深哦。如果我们愿意好好面对这个冲突，为什么？因为我从冲突里面了解到我自己是什么样一个人，你是什么样一个人。那我们在这个解决冲突之后，我们或许变得更成熟，所以会好嘛袂完全，这是对，袂回去原来的状况不过有可能会变做甲以前无同款，甲以前更较好，甲以前更较成熟。嘛有可能会变做较衰弱，迄嘛不要紧啊。当然看病过，有可能会变做小可较衰弱。不过身体衰弱，不过你的内在变得更坚强，你的生命的韧度变得更高。
那个也是一个复原。所以我感觉会好嘛袂完全，这句话是真有哲理的代志吼，真正就是不一定要完全一模一样，而是让我们在生命里面有一个新的转变，那个也叫做复原。所以很重要的就是说，我们要怎么样去复原。这个德国人他们整个这一次的疫情，让他们再去想这个社会的复原力从哪里来，怎么样去增加生命的韧度。好，那么我要提到一个简单的一个理论，就是一个健康延伸学这个概念，它是一个美国犹太的社会医疗学者他提到说，什么叫做健康原生这艺术的讲，咱的健康对倒位来，再来的是，当人遇到生命困境跟不确定的命运的时候，怎么样去适应跟修复？这个理论他要讨论的是这个问题为什么这个社会学家会去讨论这个问题？因为他本身是一个犹太人，那讲到犹太人大家应该有了解，就是他是经过这个希特勒在迫害犹太人的那个2次大战的过程里面，他逃到美国去，所以他后来在美国，他研究这一些受到迫害但是就存留下来的犹太人，他们的心理状况、心理健康恢复的状况，然后他去讲说，为什么这些人遇到生命的这些困境的时候，这么大的生命困境的时候，跟这些命运不确定的命运里面，这些人他怎么存活下来？那有些人为什么适应的比较好？有些人为什么复原的比较好？然后比原来的韧性更高经历过这样的一个挑战，所以他就发现说一个问题，就是说，一讲一个人你的生命去拄到困境、拄到困难跟不确定，如果你要回复到，你要能够回复、能够修复复原，能够修复、恢复，你可以一个健康的状态。所谓健康，不是跟原来一样大家注意，所有的健康，比如讲，我举个例子来讲，比如说你破病你现在去病院，咱去病院了出来，年轻人他有可能会恢复到原来的样子，但是呢，你说他会原来一模一样吗？比如说他的脚去拽到韧带受伤现在去病院出来了韧带已经好不过你说一模一样吗？一定不会一模一样，因为毕竟受伤过的地方就是受伤过了，我们不要有那种错误的幻想，觉得它会一模一样，它不会但是有一件事很有趣的地方在这里，但是他的健康状况转变了，转变什么？就是比如说他更去注意他以后在运动的时候，他会更去注意不要再受伤，他会更去注意说我要怎么样开始来锻炼我的脚的所在，给我的脚要运动的时候会更加注意用更加好的方法来保护我的脚。这样我请问在这整个人这个人对病院出来了后，你说他有更加健康吗？有没有？有更加健康，他健康在对，他本来生活还是在运动的时候都黑白当，都没在注意自己这个保护自己的脚，没有要把自己保护好。可是他出来之后，让他开始用一个比较谨慎的方式来面对自己的身体，然后虽然那个韧带的地方还没有恢复到原来的一模一样，但是呢，他把它保护好了，所以他以后就减少受伤的机会。然后呢，他更小心的注意他在运动的时候的状况，然后甚至去锻炼其他部位的肌肉，让他来弥补他现在这个受伤的地方。所以他是不是整个加起来是加分的？他的整个健康状态、身心灵是加分的，虽然没有回到原来的状态。听我的意思所以其实所谓恢复的健康状态，咱讲会好嘛未完全的意思，那个完全就是讲未完全到跟本来一模一样，但是本来敢有真正较好，敢有无一定呢？比如讲，你讲你病院了后出来了后，你本来这个三高你可能开始吃药可是你说好我复原了，我出来好像呢这个身体有些受损，可是让你更注意说我的饮食要改变，我的生活状况要改变，我要去运动，然后你把你的生活的健康性延长得更长，那你是不是就加分了？
所以这个状况其实就是让我们去看叫做这个健康也原生学，社会也是一样，怎么去恢复到一个健康的状态。所以当我们可以从一个本来没有病毒是没有错，但是经过这个病毒，我们的社会锻炼的更完全。我们的社会不管在灵性方面，在整个社会的团结度方面，在我们面对这个不确定性方面都更成熟的时候，不见得这个社会是退步的。只有当我们不愿意接纳这个状况，然后不断的抱怨，然后让自己成为一个无力的受害者，我们才会被这个病毒打败。所以这个部分我们要谈的就是一个生命的统合感。所以他是讲说接受生命的经历，然后把它纳入你的内在，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好，那这个面对不确定性的灵性态度，我大概帮大家整理几个方面。然后第一个就是谦卑跟接纳，这最重要。就是说我们谦卑的认识说，我们人不是人定胜天，绝对不是这样。那德国有一个小说家，他讲这句话我觉得很有意思。他说有一群人伊无法度体验生命的时阵，无法度真正去感受生命的时阵，伊就会想要讲，我要完全控制这个生命，我要完全拢控制到100%，拢靠科学来控制。当你没有办法去经验到生命的美好的时候，你就会想要用控制的方法来面对你的生命。所以这个是很重要，就是我们好好的去体验上帝给我们的这个生命，各种生命的美好与生命的苦难的时候，你就会知道说，我是一个多么渺小的人，我能够有今天是一个别人帮我做了多少的事，你可以用谦卑与接纳的态度来面对。那如果你没法度接受这个生命没确定性，你会产生什么状况呢？第一个，恐惧、不安、无力感，这个在我们1个半月这以来太多大家经验到恐惧、不安跟无力感，产生阴谋论。大家都知道，开始我之前讲的跟德国社会同款，开始讲这里什么人的阴谋啦，这里什么总控啦，阴谋论，然后你开始失去智慧跟判断，然后想要找一些代罪羔羊，都是谁的错，都是谁的错，来转移你自己的恐惧，而不是让我们去克服这个恐惧。那更严重的是，这个恐惧有可能开始转变成仇恨，变成我们内在的分裂。那你内在，不管你个人内在的分裂，或者是社会的分裂，都有可能在这个状况下造成。所以其实这个恐惧、不安跟无力感，我们就可以举一个例子来说。我举我妈的例子哈，大概不是在讲注射的代志嘛吼，之前不是老大人，咱开始有疫苗可以开始打的时候，请问一下，我们从几岁开始打？你应该知嘛？对，几岁开始？对吧？一定是我还记得第一批的人是85以上嘛吼，所以就这8、90岁的长辈一定是第一批打的。好，然后那时候打的只有一种疫苗叫做 AZ 嘛吼。好，那很有趣，我妈妈76，她好像也是在第一批后面，后来她就可以打，然后我就开始那时候不是有很多的这个说着，打完疫苗之后好像有人死掉了怎样？虽然说跟疫苗没有证明它有绝对的相关，但是反正就是有人打了之后，报就说这个有人过死掉，所以开始不是大家都就惊的吼，开始讲疫苗无卖做啦，创啥啦吼，开始就惊吼，是讲有什么问题呢？然后就有恐惧感。好，那轮到我妈妈了。然后我妈妈就说，我就问妈妈，妈，你要煮无吼？因为我要帮她去点滴。伊讲袂啊，我要来煮啊。我讲你要煮你会惊袂？伊讲加减啦吼。我就讲你看遮济迄个报道，人吼，迄老大人90岁啦，85岁啦，治疗安怎啦吼？我妈甲我讲一句话，伊甲我点起来。那你会安怎想？我问你迄当阵看到遐个新闻的时阵，你安怎想？是毋是就感觉讲这疫苗问题就惊对不？你大家都无反应，我感觉我上线上课程就是很觉得很不安，这个就是我的不安，真的是不确定性，因为我不确定你们有没有 OK， 有没有在听？有在听，嘿，有很认真在听，是超怪的。我妈就跟我说一句话，她说：“我讲你敢无看迄个报？伊讲
有啊有啊，我讲你会惊袂？伊讲啊，嘛加减啦，毋过伊就甲我讲你袂感觉？本来你就先去住遐90岁以上、85岁以上，而且拢是有越衰弱的人大家就怕会被传染到，风险比较高，所以就先打一些年纪越大，然后呢那个又有很多年纪大人多少都会有一些这个疾病嘛，就大家拢知嘛，就会有慢性的病。我妈讲你头前住的当然拢较衰弱的啦，所以过身呢，当然嘛是会较济啊。我想讲，我妈还蛮聪明的，果然是这样，没有错。你们有没有发现，最近开始打到60岁，70岁左右的时候，有没有消息新闻里面有没有比较少了？几乎没怎么看到有人过世，有没有？你们有没有发现？对不对？为什么？我妈就说，做简单的嘛，你头先拢住下来它容易，本来它的风险就比较高的，不管它打针或干嘛，它本来风险就高了，那它会比较多让你看到它过世，不管是什么原因，这也是正常啊。那你慢慢，你越打越年轻，你看是不是就越来越少了？我想一想，果然老人家的智慧都不需要有什么他还去做科学研究，他都不用科学研究，我就发现他们自己用想了就知道。伊讲你自己想，你嘛知。我讲对，妈妈较巧啊呢，所以你看当我妈妈她开始去认清，伊讲会惊，不过她就安静下来想的时候，她就把这个道理想通了。然后就有人问我说，那为什么国外人没有报道？我就说，国外在打80、90岁的时候，你知道吗？那时候他们是几月？他们是去年2月就开始打90岁、80岁的。那时候我跟你讲，那时候他们的死亡率一天是2万个左右，在德国2万个左右，2万个左右里面90%是85岁以上，所以那时候他们过世的人，光是因为武汉肺炎过世的就比那个打疫苗不知道多多少。他们为什么会报打疫苗呢？他们根本不会去报这种消息，所以你如果没有去拿他们直接的数据，你是看不到他们当初打疫苗在90岁、85岁到90岁这个年龄区间，因为疫苗，而且还不能直接证明是疫苗而过世，有可能是因为他本来的疾病。所以我妈就说本来这个年龄层会过世的每天都会有，那他到底是不是因为打疫苗也不知道反正就是他就去打了，因为就被强迫，在那个时候大家几乎70%、80%的85岁到90岁都会去打，所以打完过世到底是原来他就会过世，还是因为打没有人可以证明，所以在那个比例上就会增加嘛。所以我妈最近又说，你看对不？现在拍到70几岁啊，是不是看愈少？你一天看有几个，根本新闻都没在报啊。想一想也有道理。所以呢，我妈妈就说她要去打。然后呢，她后来就跟我说，我跟你讲，她要打之前她就说不过呢，她还是把一些她不安的部分安排好了哈。所以呢，她就把她的那个银行的账号啊，银行的那个密码啦哈，然后本子啊什么的都交给我弟弟，然后都安排好了。然后她就跟我说，我来当去煮啊。那我安怎你就是叫去做那我跟你讲的免古板上面回因为今嘛反正是疫情大家也都不能来，你们就赶快照原本的应该要怎么办呢，就把我办一办，然后之后呢要告别是什么我们再来补办就好。我妈就交代完了，就很开心的就去打了疫苗。然后打完之后呢我就问她说，你有事情没？她说那也都没什么感觉，因是不是给我怕生理食盐水。我妈就说怎么会比平常都还没有什么感觉这样子？所以其实我就在发现说，其实真的，如果你自己可以去接纳这个本来的不确定性的时候，很多外在本来要控制你的这一些消息阴谋就不会影响我们长辈的判断。其实我们长辈都很有智慧的，根本就不应该被这一些不合理的一些理由去判断，去影响到。好。那如果你不能接纳的时候，就容易被别人操控，这也是很重要的事，你反而会失去自主与自由。这个没有办法接纳生命的不确定性。还有一个很在台湾社会大概更较会经验到的一点，比如说算命，有无？有啥物有人要算命？有啥物有人要算命？那
你不确定生命嘛，对不？你唔知影讲我来好命歹命，好运啊歹运嘛，所以大部分来去算命嘛，算命就是因为你对自己的生命不确定性无法接受，那所以我希望能够知道100%知道未来可以怎么样，然后你就认为只要我知道了，我就可以拥有自由，是不是这样子？所以你要去算命，结果呢，是不是发生很多就是因为你害怕不确定性，所以别人很容易控制你。这会算命先的啊，这会甲你什么讲你安怎安怎的人啊，要甲你改运的人啊，就叫你吃这买迄创啥啦交钱给伊啦。然后结果你发现你有自由吗？没有呢，你反而失去了自由，是不是？你就容易被控制。伊甲你讲，我你若要改运无，你过一个月了后，你会安怎来，所以你要交我这户啊，所以你要安怎，你要听我的话，他是马上控制你的，所以反而是你想要有100%的确定性，你以为你也当拥有自由，反而会失去自由。所以从这一些的背景里头，你就会感觉说，其实接纳生命的不确定性，反而才是让我们获得自由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因为它本来就在咱性命内底。那所以从这里我会看大家分享就是说，在基督宗教内底有一句话在圣经内底跟人讲，真理才会当让人得到自由啦，是真理才会当让人得到自由。这个真理是啥？性命无确定性，就是一个真理啊。上帝无甲你讲100%，互你知影发生什么代志，这个主宰权是伫上帝的手，这是真理。当咱接受这个真理的时阵，其实咱会当活了真自由，因为咱知影所有一切伫上帝掌管中间。咱只要好好的活地，尽咱的本分，活在当下。那你反而在当下里面，就像我妈妈这样。他活在那个当下，他接受那个不确定性，他反而觉得他很自由，他做他该做的事情。所以相反的也是一样，你怎么判断一个消息、一个信息是不是真理呢？就是你去判断，你听到这个信息的时候，是让你觉得自由，还是让你觉得捆绑？比如讲，你去算命，有一个人跟你讲，你就要安尼做。你才会使好命，你才会改运，你会当去感觉这个信息是让你感觉自由吗？是颠倒给你绑掉的？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去判断你听到的信息到底是不是真理。好，第二个我们可以学习的是警醒专注，活在当下。有一个很重要的灵修学家，他叫圣本笃，他说呢，你每一天都要活到就敢若死亡就在你的眼前。这样其实你才是活在当下，你才能够好好把握每一天。为什么？这不是要让你怕，而是说你知道本来死亡如果就在你的眼前，有可能你今天跟这个人见面是最后一次，有可能你说这句话，你跟你的家人相处，你跟你的朋友相处是最后一次的时候，你是不是会足点睛把握每一天？你今仔吃这口饭，你也知道说，哇，这口饭有可能是你不确定到底我还会不会再吃到，那你是不是会很认真的把那个饭吃完？所以这个意思是要让我们知道，本来人就会有一死，但是你如果越害怕，那你在活的每一天每一秒，你都只活在害怕当中，你根本没有办法享受那一秒那一天你应该享受的东西，你应该要跟别人相处的态度。所以这很重要，是警醒专注。那我常常跟长辈说，不是打发时间跟杀时间。做者长辈都说，哎呀，反正我时间就多啦，我来参加送大就是杀时间啦。台语我台语咱叫啥？蒙鬼，有无？蒙鬼很有趣。我在准备的时候，我突然发现，下起来是蒙过呢。就是你有没有中文跟台语一模一样的意思？蒙过，你蒙过了这一天，你根本不知道你蒙蒙妙妙在安哪鬼啊！这一天你的整个的日子你就没有活在当下。所以其实真的每个长辈每一天每一秒，你就想说，这有可能是我的最后一秒，这有可能是我的最后一天的时候，不要用打发时间的态度、杀时间的态度来做。你今天来送大，你会想说，有可能我若是上尾一届来，
安尼我今仔去想要甲我的朋友讲啥，我要带互因什么祝福，我要伫遮做什么服侍，我要甲我上尾一届来帮大家做什么代志，互我每一届参加活动，每一届恁开这个1点半钟坐咧遮，恁每开的1点半1秒钟1分钟，拢互伊有意义，莫互伊变成打发时间。这是很重要的。好，因为我们生命不确定性，所以反而会让你去享受每一分每一秒。再来就是我们去想说，你的生命的足迹，你能够活下来的这个生命的足迹，你希望怎么去形塑你的性命？你希望它是什么型？你希望你今仔行过这个脚业，留什么脚业？是留迄种惊吓互人控制跟人相处，有这个恐惧，而且造成别人的分裂，还是你要留下那种，就像我妈妈让你觉得哇，老大人智慧的足迹，哇，老人家自在的足迹老人家有爱的足迹，老人家分享生命的足迹，你到底要留下怎么样的一个足迹在你的生命里面？这是很重要的，让我们在这个不确定性里面去思考。再来就是你可以赋予这个不确定的生命一个意义，这个很重要。所谓不确定的生命，就是咱本来性命就是袂当确定的嘛。这个你现在经历到了这个命运，你可以给它一个意义。这就是我们在讲说，之前在提到，比如说德国社会经过这一个不确定性，这个病毒的影响，他们给他们社会带来一个什么意义呢？比如说我刚刚讲到，他改变了他以前错误的个人的价值观，个人性的价值观，不重视家庭的价值观，或者你的生命顺位调整了。以前你可能感觉这我工作啦、赚钱啦，这都是最重要的代志。不过经过这样一个病毒的一个社会，很多人就开始想我老来处理我跟小孩的这个相处时间增加了，我多了解了我的太太、我的先生，我多了解了我的孩子。我以前的生命的顺序有没有排错了？所以你就会发现，这一个病毒不再只是伤害社会，而是它可以来调整我们的生命。好，不过没完全回去原来的，而是变得更好。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给生命这不确定性的意义，或者是重建这个社会跟社区。很多人在这一次的病毒的比如说封城的当中，台湾比较没有这样的一个状况，但是也有发现说社区变得更互助了。一开始会惊嘛我会惊我不知道咱这有确诊的人无有安怎无不过当像伫德国来讲好确诊像你多，所以你一个社区内底一定有安内人，甚至他们一开始从害怕转变为说这个隔离伫厝的人老大人万一若是老人，若是独居的，伊敢有物件通食什么人要甲斗相共，所以开始因的社区组成了很多年轻人，就组成了说，不然我们来帮长辈来买东西好了反正咱嘛营业无代志嘛若较少人去超市的一届去买较济来分给其他人，那是不是减少传染长辈也不用一直出门所以这些年轻人就开始组成社区的共助共同体那在台湾的社区渐渐也有发生这样子有人确诊，一开始大概是惊，慢慢的让甚至有人说他被这个隔离了，或者他被匡列了，然后也邻居呢每天都挂早餐爷门口靠觉得很感动，因为他的邻居知道他家是住在南部他一个人在台北工作，所以呢就帮他买东西，然后写个赖给他说你的东西我帮你挂在外面了然后甚至端午节的时候还说我收到了我们家里的粽子我分2个给你挂在你的外面。所以其实慢慢就会发现说这个社会的重建了新的价值观，那这也是一个不确定性的生命，但是我们赋予了它一个正面的意义然后最后就是你必须找到你生命中坚固的支持点在哪里。那从基督宗教的角度来看到这个信望爱是很重要的，就是信不只是在说咱相信上帝，你相信上帝的同时，相信上帝也要就像耶稣说的，你都不相信你的弟兄姐妹，你怎么能说你相信上帝？所以其实这个信相对神的信仰也要把它实践在我们对兄弟姐妹的信任上面，这个是在一个不确定的社会里面很重要的事情。与其大家在那边说遮住了
与其大家在那边一直吵，一直讲说啊，害怕谁有确诊，谁有怎么样，但是呢，当我们开始把这个信任放在彼此当中的时候，我们彼此的生活反而会更坚固，而不是彼此去怀疑。好，那希望这很重要，像保罗讲的，什么叫做忙就是对你看不到的代志，好掉忙，这叫做忙，咱看不到的代志。所以保罗嘛是对于我们的信仰，其实很重要的一个，让我们知道就是看不到。本来这个生命就是不确定的，那为什么要有希望？正是因为不确定，所以才会抱持的希望。你不确定，所以从教育来讲，大家应该就最清楚。一个囡仔你在做父母你一定没有办法预知这个孩子未来怎么样，但是我们总是对这个孩子抱持的一个希望，即使他现在犯错了，即使他现在好像不怎么成功，即使他现在有什么样的状况，但是当我们对他抱持希望的时候，永不放弃他其实就会感受到说，他的背后的父母亲不是只看他现在的一个成就，而是他对我抱持的希望，我永远不会害怕，没有人会放弃我。所以这个希望是很重要的，在一个不确定的当中，很重要的一个信念然后爱更是在这个不确定的当中，唯一可以让我们确信的，我觉得就是信望爱这3件事情。不管你是不是基督徒，我觉得信望爱就是在你生命中的整个不确定里面去找到一个坚固的支持，你总是可以抓到一些东西。那么就像耶稣讲的，你的这间厝你哪被踢在沙子上面，那么它就永远的不坚固。但是你如果能找到一个磐石，你就可以在这个大风大浪的不确定性里面，你还是可以找到你的支持。这是我跟大家做的一个分享嘛那最后我要跟大家提到一个法国历史学家阿里斯他讲过的一个，我觉得对，这是我去年3月的时候写的一个文章。那他还提到一件事情，就是说现代人从19世纪开始的一直想要把死亡排在我们的眼睛之外，都不要去看到，所以咱用科学、科技、医学，尽量就是不要让我们再看到死亡。那渐渐的，在这样一个过程里面，让我们就对于人类的苦难渐渐失去感受。那么，但是这谢谢营长。结束了吗？好，我最后快结束了。那么，在这个苦难当中，就会让我们去看到说，其实这个死亡的议题，我们应该重新的再去思考，不管是自己，或者是别人，或者是我们整个社会怎么面对死亡的这个态度，让我们再去思考这个问题。好，那我就分享到这里。然后，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当这回来讨论，好，谢谢。张娟老师要开麦克风哦。谢谢老师的分享真的是我们从老师的这一段跟我们分享之中，真的得到太多了我们有时候我们会看到很多的那种消息，可是呢，这次老师也让我们的深深体会到，就是说我们自己的就是要有就是怎么样，就是用我们的智慧来去分辨这个消息是真是假，然后才能够说我们过得很自由，然后过得都很健康。谢谢老师我们得到真的好多，谢谢。校长有好棒哦，这样可以看到大家的家里耶，好好我对大家的处理都好奇耶。其实我觉得这一次疫情那个家的概念，我其实很早以前我从德国回来以后，我又一直很想再跟台湾人有机会去分享到家这个概念。除了其实台湾好的地方是说让家庭的那个凝聚力高，但是我们对于家整个的家庭的文化跟美感其实是我在德国去学习到的一点比如说我第一个我就是定拢会问大家讲，恁家的吃饭桌顶悬是放物件，还是恁吃饭有伫吃饭桌无？因为我会问的这个问题，就是因为讲我发现很多台湾的那个
饮食文化上真的是很可惜，东西是很美味，可是我们没有把它弄得让我们是一个很美的享受的家庭的一个在那里有一个享受的机会，所以大概都在店中，餐桌上可能要堆满了东西，然后吃饭可能要配电视，然后这些电视掏钱，然后几名基本上可能配电视也是配手机啊，那我会提到这个是因为我觉得德国人在这一点居住的美学真的是比较重视，就是说也去重视那个。在我居住的时候，那个仪式感很重要。我举一个例子我印象好深。我那时候刚去德国的时候有去打工我就去照顾一个92岁的老奶奶高载几回一独居因为她的生命历程比较特别，她是从东欧的德国的一个德国人居住的一个区域，在2次大战以后被赶回德国境内，她本来是在波兰的边境吧。然后带伊的因先生爱囡仔来等来德国安尼后来因先生甲伊的囡仔就拢过身去，因为他先生没有像他那么长寿孩子也走了，所以他就是一个人。然后我去照顾他，那他还可以活动，就还就是生活还蛮自主，只是我要帮他做一些比如说一些煮饭送啥那样，然后帮他弄，然后他要换床单什么的。然后我去的时候我一开始的时候他就跟我说，也开始教我让他换床单这件事情。然后他就跟我说，这床单这枕头套他不是很有钱没有他其实就一个小小的房子，然后可能一个房间一个客厅，然后一个小厨房，而且是在一个蛮旧的一个地方。但是我进去的时候，我感觉上是干干净净整整齐齐。然后呢他一个人住，然后他那个床单他就说我习惯2个礼拜要换一次。然后我就他就跟我说我床单放在那个柜子里我就去拿嘛床单。然后他就说小姐你那个床单要配那个枕头套还是贵，这两个同色你不要跟他用不同色不同色不水然后我心里就很感动，为什么？因为我感觉到一个老人家他生活不是随便活着，他甚至连颜色他自己居住的那感觉他都要把它做出来，所以他就说它不是规特，但是颜色要配好，所以他就跟我说这要配这个色我就帮他拿出来。然后他就教我怎么换枕头套跟被套会比较快，所以我换被套的方式是他教我的。他就教我怎么换会比较快，这样。好，换完之后然后就要中餐了中餐的时候我就说我已经提出来放在那个炉子的旁边你帮我给它腾等下咱等人讲，我要跟他吃午餐嘛。然后后来呢，我就去帮他腾料，我就想说给搬去伊的桌顶的一个小桌子餐桌。然后呢，我就帮他搬过去，然后他就跟我说：“小姐，不是这样。”然后我就想说，不是这样，不然是怎样？他说：“你要从我的餐柜里面拿出2个盘子，然后把里面的东西放在那个盘子里面，不能够把锅子直接端去桌子上，这样子很没有文化。”他就跟我说：“这样很没有文化，你要把它放在我的盘那盘子也不是什么很珍贵的盘子，不是。”但是他就坚持说：“吃饭要有吃饭的款。”他跟我讲：“吃饭要有吃饭的款。”这样咱的吃饭，咱才可以感受到那个去感谢你吃的这个饭，然后彼此之间才会有一个好的感受。所以他就叫我把它放在那个盘子，然后端到桌上。之后我以为可以吃了，还没有。他说：“小姐，你帮我去外面我种的那个花拔几朵进来，插在那个瓶子上面，然后放在中间。”我想说吃这饭有够晦气的，不是这样摕来凑凑的吃就好了，不是的，他就叫我要这样弄完，然后再拿花放在中间，然后他就说：“好，那我们坐下来，我们一起祷告这样因为他老人家还是天主教，他就说我们一起祷告，然后我们就手牵着手，然后他就讲了几个祷词，然后他说：“好，那我们一起吃。”我就觉得那顿饭格外好吃那个花在那边，然后旁边还有一个他的蜡烛。然后那个盛在那盘子不是珍贵的盘子，不是什么很贵的盘子，但是就是你就感觉像是一顿饭。那他就这样吃，然后这样聊天。后来我就帮他都这样子做，然后我渐渐感觉到说果然那一个老人家他这样过生活让我觉得很感动，是他珍惜他生活里面的每一个步骤每一个时刻。所以即使90岁了，他还是活得很自在，他还是活得自给自足的活着。
不是这样子随便揽什么哇哇都要讲啊，猛鬼，他不是这样，是认真的鬼。所以我一直觉得说，这一次家的大概都得处，但是让我们再去想到一个家的文化，好不好？就是包括你在家里面你的布置。你的家庭文化啊，你过年过节的时阵，咱即马定讲哦，拢无迄个气氛，无迄个气氛，就是咱无好好去经营嘛，吼。若有机会，咱是不是好好的经营？其实这对我们的孩子都会有一些正面的影响啦。所以我就再去想一下那个家的文化这件事情。谢谢老师给我们很好的提醒哦。阳明湾那个餐桌要来休息。餐桌要来休息喂，很好很好。你也记住我，咱某书卡哇应该是同年龄。我们以前有一个国语课本，我印象真的超深刻。你记不记得有一个国语课本叫做《一朵玫瑰花》的故事？就是有一个人啊，你也记得好像是有一个人，他家里本来很乱啊，有一个朋友送他一朵玫瑰花，他就把那玫瑰花拿去放在他的桌上。后来他渐渐就发现玫瑰花好漂亮，旁边桌子太脏了，他就把那个桌子再填填的了，一个想处理人家跟他餐，只有这个桌子美，其他地方就更脏了。他就在把其他地方就再打扫一扫，就后来就因为那朵玫瑰花，他就把他整个家里都打扫很干净。我感觉平常时咱就是凊彩过没有认真的过无感觉讲原本迄个空间是会当你家己创意咱拢注意伫迄个较负面的像拄仔老师讲，咱做了实在是真好啦，甲外国比较，一世拢几啊万，但是咱的迄款的文化，咱家己的自认为讲我就是安尼，人甲你学落者无啦，其实咱无对家己有一个肯定其实这是对上帝一个，我感觉是讲看清了，因为咱每一个人拢是上帝所创造的极品，无一个人拢同款的嘛，所以你要哪甲你的生命你讲的话，你所做发挥甲有迄个价值性咱通常拢无啦，拢较负面较袂像一般人讲较正面、较肯定。我讲老师对拄安尼真好提醒，咱拢是比较迄歹，总是无要遮看到咱家己的点。是。我要怎么停止分享荧幕？这样才会看到牧师。安尼有看到？安尼有看到啊？拍摄我都无迄个。我举手，拍谁？我举手，信如老师，我自首一下，对不起，对不起，他刚才乱入了。他刚才谢谢营长是防止参加另外我们的线上夏令营。什么？要跟他讲说乱入，真的吗？所以你也讲，是不是结束了？对不起。我们同时有两个。刚刚的那一位阿嬷是参加那个，是这个是没错吧？那个阿嬷是谁？刘牧师。我是年轻永远18岁阿嬷。不是啊，刚刚你不是有介绍一个耳朵在听我们这里的，那我另外一个耳朵在我们有办夏令营，然后我们现在夏令营也在同工会，所以我觉得这个疫情训练我们，对，训练我们可以分身，就是不会法术，就随时都可以在2个地方，甚至我有过在3个地方的哈。不过真的是，这是第2次出贼这样，对不起。分身乱入了。对，拍谁？其他的咱这古锥的演讲者有啥物老师分享了？有啥物你有啥物感受？你是猛过还是讲认真过安尼？秋晴姐，你要开麦克风哦，秋晴姐。等一下。正好就叫我秋晴姐开麦克风。
看一下荧幕。哦，有听到你声音了。有啦。你要问老师问题吗？有，我听到。有啦，我从我第一次打疫苗，以前都从来没有打过疫苗。哦，真的吗？打完了。然后打完，我6月17号就打了。我80几岁了，然后打完之后我都没有不良的反应，对，没有不舒服。都很好。那太好了。其实打完也比较安心啦，对不对？哈。对呀。我妈妈好像说打完比较安心。对呀。对呀，因为讲安尼你嘛较袂惊，你们比较不会害怕传染到我这样。增加抵抗力的。是啊。很好。对，我以前从来没打过疫苗。哦，以前流感都没有打过。我也没有打，都第一次打疫苗。你打完也没有发烧或者是也没有发烧，没有任何不舒服。是啊，所以当然这个都会有风险啊，尤其是这种现在你平常要有抵抗力啦，应该看个人的体质啦。抵抗力好。其实我们也排到了呢。牧师还没有排到吗？你还没有收到可以去预约？年轻啊。我现在是AZ 我怕，因为我本身有一些，我当时还过敏。有过敏的好像比较要考虑一下。对，我进前开始我是想要等国产，请教一下医生嘛。因为国产的是那个蛋白质次单位所以比较传统的。即摆这疫苗莫德纳 AZ 迄是讲我注迄个病毒落，都亲像咱较早天花注牛痘嘛，互你我无爽快，要体长较大的这病。伊这其实咱做拄啊注意基本上其实我也有过敏，不是药物过敏，就是皮肤有时候会痒痒这样子。对，我是开始荨麻疹规拍。那个所以我也较慎重对啊，国产的那个是比较不会。药物过敏的话都像拄仔讲唔知确定性不确定性本来个这7月要开打或是怎样啊，所以真济是咱无法度去掌控。对。所以掌握先上网可以预约的莫德纳。这是800几万以后啊，因为咱安尼少年未轮到诶。50几岁啊，咱迄个50几岁就是长发较慢嘛，较慢。对啊。莫德纳较慢对啦。那如果愿意打 AZ 的是这礼拜5就可以打了。对，所以我是先预约了单看当然有国产的国产的这样哇。我们是打 AZ 的。会啦，因为这疫苗的部分一直都是各种都有不同的。那老人家比较没有，是因为老人家本身的那个免疫系统就比较人工钝化嘛，就是比较不会有那么敏感的反应，所以其实长辈来说的话，应该基本上反应。我们是打 AZ 的。咱这哪有较用淡薄那个时候对，较用淡薄。那个时候只有 AZ 可以打。是啊，长辈60岁以上，对结果来讲，因拢推荐爱先拍 AZ 啊。那个时候你 AZ 机叫我把机也使嘿。我们打的时候只有 AZ 的。对啦。没关系，小弟第10类。我嘛是啊，系啊。对啊，所以咱的年龄大概差不多第10类。真好啦，大家资料。咱台湾应该算足紧啊。谢谢吴老师。现在这一次，我也发现说，其实因为我有在另外地方也是有一长辈，我就发现说，长辈经过这次疫情很好，就是学习到很多新的技术，你知道，像我妈妈，我也很惊讶说，她居然可以用手机上句点的课，我以前都不敢想象说她会用手机然后上句点的课，我想说她能用 LINE 就很了不起了，结果
他居然还可以用手机去上据点的课，所以我就觉得，其实就这样来看的话，是真的大概学了都有真侪新的物件。对呀，还要去到哪里都用那个机管家才能进场啊，对呀，你好，所以我们长辈其实这次疫情，如果说 7-Eleven 啊，买东西都要机管家，很多商店都要机管家才能进去呀。恁做看想想讲学了就紧的安尼吼，对呀，扫描扫 QR code 才能进去。有一寡老大人啊，这我袂晓啊，所以我无爱学啦。袂晓啦，袂晓爱学啊。是啊，所以活到老学到老。是真的，这就是这次疫情，如果正面来看，你给予他的一个意义，你就可以赚到了，对。对，啊，我看到 QR code 啊，你照一下啊，怎样讲去走到哪里都要扫 QR code 啊，去邮局啊，去银行啊，都要扫啊。所以有的老大人是要对迄个 QR code 总要甲翕相起来啊。啊，你也看我都有扫啊，那会控制？对啊，因为伊家翕相都扫描安尼啦。对啊。所以其实我觉得给疫情一个，就是说给我们的一些负面的经验，如果他本来就是你无要接受伊嘛伫遐啦，啊，你若用另外一个态度接受伊，你会得到其他的物件，的像咱这阿嬷讲的，伊反而学到就赚到了，这样。对呀。因为咱若无拄着疫情，咱嘛袂用 Google Meet。都嘛袂晓。是啊，咱嘛袂用这样。没错了，我们是这1个多月才开始嘛，他们国外现在也是用了1年多啊，但是如果用太久，大家也是会觉得不行啊，这个跟实际的接触还是有一些差异，这样。打疫苗也是要防啊，不是说打疫苗就不会得啊。对。它会变种啊，好像说10年以内每个人都会得一次啊，10年以内每个人都会得一次。这咱嘛唔知啦，都有很多不确定。哎呀，跟咱小时候出皮啊，赶快啊，得麻疹啊一样啊。谢谢老师哦，吸收很多，又都懂很多。谢谢牧师，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好，谢谢大家，就好啊，牧师要上帝祝福大家，愿上帝祝福，好，拜拜。